歡迎嚟到微波視頻。首先呢個牛番茄豆腐煲呢個食譜，首先呢準備牛肉、番茄、嫩豆腐、清湯、薑、蒜、生抽、老抽、料酒、鹽、糖、醋、胡椒粉、雞精、食用油、清水或者高湯。首先呢準備一啲牛肉切片。用生抽、料酒、鹽同埋少許澱粉醃製成15分鐘。番茄洗淨之後切成塊，豆腐切成塊備用。薑葱切好，葱切斷。熱鍋涼油，放入薑片同埋蒜末，調香加入醃製好嘅牛肉。翻炒至變色後盛出備用，同一鍋加入少許油，放入切好嘅番茄塊，用中小火炒至軟爛出汁。喺番茄中加入牛肉，翻炒均勻，再加入適量嘅清水或者高湯，調入老抽、糖同埋鹽。煮開後轉小火，加入豆腐塊，小心翻動以免豆腐碎裂，可以加一點雞精提味。蓋上鍋蓋，小火重煮10到15分鐘，讓豆腐充分吸收番茄同埋牛肉嘅味道。咁呢就打開嗰個鍋蓋，適量調味。如果汁較多，可以開大火收汁至濃掉，最後切上。青葱段，辣微翻動後即可出鍋。大家記得點讚關注。